3000 yen 嘅 omakase啊，你冇聽錯，係3000 yen 啊！佢仲要坐落於我哋香港人成日去嘅東京。呢間壽司店啊，係由 AV 女優冰崎真穗推介嘅。佢就係位於東京中野區本町嘅大江戶壽司。佢係一間隱藏喺巷入邊、深受當地人喜愛嘅傳統本格派江戶前職人壽司店。佢鄰近於東京地鐵丸之內線嘅中野富山見町站，步行過去只需要3分鐘啊！店鋪每個朝頭早咧都會喺市場度直接挑選呢個最鮮美嘅季節魚獲，由大將親手壓製嘅江戶前壽司，特點係魚肉厚身肥美，加埋調配得啱啱好嘅微溫醋飯每一啖都超級滿足。除咗打卡必叫嘅大將特選握壽司呢度手工整嘅玉子燒同埋逢星期三夜晚限量嘅神秘海鮮檔都超級有人氣。店鋪仲有唔同嘅日本酒可以提供俾食客一齊享用。下次去到東京如果想食呢個地道嘅私房壽司就千祈唔可以錯過呢一間啦。